兄弟平安，今仔日7月30一个月时间又搁过去，也是到咱即礼拜最后一天。盼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话内面来得到帮助。特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也是真要紧，伫咱伫教会内面，虽讲有真侪即个圣礼，咱有真侪来看到，总是咱并毋知影即个圣礼有即款的意思伫即个内面。所以盼望上帝互咱透过圣经，通知即个圣礼有即个即个重要的意义伫即个所在。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伫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伊的话来得到帮助。若有，请咱会当来掀开圣经来读；若是无，请来听牧师伫遮来讲一段圣经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。安尼，既若食主的饼，也是啉主的杯，无下义的，是辜负主的身躯甲血。若是人着家己醒早，才通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。人无分别主的身躯来啉食，就是对啉者家己处审判。所以恁中间虽然的破病的侪侪，死的也无少。咱若家己审问，就无受审判。总是咱受审判是互主所警戒，免得甲世间人同受定罪。我的兄弟啊，所以恁自责要食的时，着三挺后，若有人邀着踮因厝食，免得自责直到审判。其他的挺后我来，才来说法。阿免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是伫保罗先生来讲到圣餐的设立了后，伊咧教示遮的兄弟姊妹爱注意着圣餐的意思甲伊的意义伫即个所在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看伊讲，若是啉食，既若是食主的饼，也是啉主的杯，无下义，是辜负主的身躯甲主的血。当然，咱今仔所看的即个圣经，即个圣餐，伊是上帝耶稣基督互即个圣餐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圣餐原底即个食饭是一般犹太人因的暗顿的时间，因伫遐来啉食食即个物件。总是因伫遐啉食的时，一块饼是规家伙的人伫遐来食即个饼，规家伙的人啉共一块杯。所以表示会当伫即个暗顿的时间，会当伫遐来啉食，会当做伙来食一块饼，会当来啉即个杯，表示这是一家伙的人。所以伫圣经的内面，咱也着来看见即个意义伫即个所在。圣餐也有即个意义，会当来领受圣餐的人，表示这是一个团体，这是共一个教会、共一个团体的人，才会当来领受即个圣餐。总是伫圣经内面解释讲，既若食主的饼，也是啉主的杯，无下义，是辜负主的身躯甲血。即个辜负主的身躯甲血，表示讲咱无看重即个上帝的家是一体的，咱无看到教会是一体的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保罗先生讲，若是安尼，就是对啉者家己来处审判。人若无分别是主的身躯来啉食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餐耶稣基督互伊一个新的意义，就是用这来纪念伊，并且来代表咱伫教会内面，咱是一体的，咱毋是分别的，咱毋是讲有啥物人有，有啥物人无的，因为伫同一家的人会当用同一块饼，会当啉同一个杯。所以，若是人无分别是主的身躯来啉食，就是对啉者家己来处审判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伊讲，咱着家己审问，就无受审判。总是咱受审判是互主来警戒，免得咱甲世间人共款受着定罪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守圣餐的时，爱有一个态度，就是咱甲兄弟姊妹，咱是共一体的。并毋是咱比别人较好，也是咱比别人较有，也是咱比别人较侪。咱是共一个家庭的，是上帝厝内的人，咱才会当来共用一个饼来啉一个杯。
所以保罗先生伫遮来教示讲，若是有人枵，着踮因厝里家己食，免得自责来递到受审判。所以咱伫昨讲着讲，即个犹太人因咧食即个暗顿，即个晚餐的时，因咧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共一家的人伫遮来啉，伫遮来食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千万就毋通讲是有个人食较大地，有个人啉较大杯，有个人食较细地，有个人啉较细杯，并毋是安尼。所以是每一个人拢爱平平来受到即个共款食即个饼，来啉即个杯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保罗先生讲，若是枵会当带你厝里家己食，但是伫教会内面，咱咧食即个圣餐，是用着纪念的心来看见咱是共一体的人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对圣经来学习，要怎样来看重伫圣餐的内面。伫圣餐的内面，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是共一家的人，咱是共一体的。无分别，咱是啥物款的人；无分别，咱是啥物款的阶层；无分别，咱是男的、女的；无分别，咱是老的、少年的，拢无分别。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即个饼，领受即个杯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